水溶性纖維 vs 非水溶性纖維，兩種都係膳食纖維，但係性格好唔同，功能各有重點。一、水溶性纖維特點：遇水變成啫喱狀。有咩用？第一，便便變軟，吸水後形成啫喱，令乾硬便便變濕軟，冇咁難咯。第二，頂肚唔易餓，喺胃度停留耐啲，幫手控制食量。第三，穩定血糖，喺腸道形成保護膜，減慢糖分吸收。第四，降低壞膽固醇，捉住膽酸跟便便排出，逼肝臟用更多膽固醇去製造新膽酸。第五，養好菌，大腸好菌會發酵佢，產生短鏈脂肪酸，維持腸道健康。邊啲食物有？麥皮、燕麥、豆類、生果、蘋果、香蕉、秋葵、木耳、海帶。二、非水溶性纖維特點：唔溶於水，質地粗糙。有咩用？第一，增加便便分量，吸水後發脹，刺激腸道產生便意。第二，推喐便便，粗糙纖維物理性刺激腸壁，令腸道蠕動加快。第三，稀釋毒素，便便多咗，有害物質濃度自然降低。第四，預防氣室炎，便便夠大夠軟，腸道唔使谷得太大力。邊啲食物有？紅米、糙米、全麥麵包、粟米、果仁、菜心、西蘭花、芹菜、生果皮。三、兩者有咩分別？水溶性纖維變成啫喱，主要軟化便便，降膽固醇，穩血糖。非水溶性纖維保持粗糙，主要增加便便體積，推喐便便。針對便秘，水溶性適合便便乾硬，非水溶性適合便便量少，腸道蠕動慢。四、兩樣一齊用先最有效。正食水溶性，便便軟但冇份量，腸道冇嘢推。正食非水溶性，便便大嚿但乾爭爭，屙得好辛苦。正確做法係兩樣都要食，水溶性負責整軟，非水溶性負責整大同推出去。五、點樣補充最穩陣？一般人大約1份水溶性對2份非水溶性。成日便秘可加非水溶性，白飯轉紅米，食多啲菜。容易肚屙可加水溶性，食蘋果蓉、麥皮，幫助吸走多餘水分，令便便成型。記得點讚、追蹤、分享給想控制體重的朋友。想了解更多，歡迎 WhatsApp 我或瀏覽 YouTube 頻道。